有工程公司問我就話佢收到一份報價係需要更換一啲新式嘅大廈嘅外牆嘅一啲玻璃嘅，咁就問我係究竟屬於邊一個小型工程項目嘅。咁啊，其實第一步咧就需要炒翻你當時起樓嗰段嗰份一個入職咧，就睇翻嗰埲玻璃嘅外牆係唔係屬於 curtain wall 咧，係咪屬於玻璃幕牆，定係一啲普通嘅玻璃？譬如佢就咁普通寫住 glass 咁就好唔同嘅。因為譬如你凡係牽涉到一啲維修啊、更換一啲玻璃幕牆嘅話咧，咁啊一定需要係屬於一級小型工程，揾翻呢個註冊結構工程師，揾翻建築師 AP 去計翻數啊，去做翻一個結構證明嘅。咁但係如果你一般普通簡單嘅玻璃一啲係一啲梗玻璃嘅話，佢更換咧，咁就簡單啲啦，可能屬於2級小型工程、3級小型工程，個複雜程度亦都低啲嘅。咁啊，大家首先呢個第一步就要留意啦。咁如果大家對於一啲更換玻璃有咩其他問題嘅，咁啊歡迎私信聯絡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啦。多謝晒。